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。县府宣布要伫咧丰原区火葬场引发当地强烈反弹。今仔早起，原地要来召开说明会，不过当地民众是真激动，佮甲警方起冲突，落尾县府是宣布说明会延期。 这彰化二林的居民提抗议布条画口号，因为不满彰化县府按算伫丰原甲二林的交界起火葬场，引起地方强烈反弹。火葬场滚蛋！火葬场滚蛋！县府初七准备要开说明会，数百个民众去现场抗议，毋但举银纸，阁搬行动局表达不满。民众入去会场了后，情绪激动，甲警方下来杀气。 现场有人受伤，县府人员只好伫警方的保护之下暂时离开。彰化县府要伫丰原一笪丧葬用地起火葬场，不过甲边仔二林含这块地，敢若隔一条路，搁伫封尾。居民烦恼空污会影响健康甲生态，当地人口侪又搁是彰化农业正兴的所在，可能会造成真大的冲击。 那个火葬场盖下去是永永远远的，你没有办法。你等于说火葬场盖在这边，那二林镇的人是不是全部都要迁村？你是不是灭掉整个二林镇的了？选址错误。火葬场那也是设伫阮这个所在。 县府表示，彰化县是六都以外人口上侪的所在，煞无火葬场，会选要起伫遐，除了人口相对较少，也会当甲周边的相关设施连接，打造完整的市民园区。这个开发的面积、交通的规模，还有这个地的条件，我们去综合评估。我们彰化县总共有16处的殡仪馆，我们有委托已经。 建筑事务所去做怎样的评估，还有他们用专业的判断去做几个因子去选出来的一个点。因为场面真乱，县府宣布说明会延期，嘛强调选伫遐起是经过专业评估，也当咧进行环境监测作业，会甲冲击降甲上低。不过民众质疑选所在过程无公正，要求撤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